下一首歌，我们再把现场翻一次。我每一首歌都要翻一次，我他妈的炒地皮的，对不对？下首歌，爸爸写给你们的，它叫做什么？整齐一点。最后一次，谢谢。快乐，这个家水里的点滴，我的内心都一定进化点。所以我是我们 angel， 现在点滴点滴，点滴点滴，我是要点滴外baby，这个怎么叫点滴外的就是热，我多热，你那不一般我热在心里。算的时候来了，该结束，这么多，越最后让我。What? You get this?谢谢。